概30秒直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真的很高兴在这个祷告时刻我们相见。我们跟前面、后面，弟兄姐妹问候一下，看到你真高兴，看到你真高兴。愿上帝在今天晚上赐福给我们。我们这个时候也是要跟神领受他恩典的时刻。所以，让我们的心欢喜快乐，让我们的灵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这么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爱我们的天父，他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让我们就用这一段的经文，一起以信心来领受天父的帮助。不要害怕，上主的右手扶持，要赐福你我。上主的右手的扶持，要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的心要一起说哈利路亚。我们以信心来开启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起立。我们首先向我们的上主，我们同声的，我们齐心开口来做祷告。你为了你自己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为了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富强教会祷告的地方，我们来祷告，为着神无尽的爱，无尽的爱保守我们，献上感谢，也为了今天晚上的聚会。复兴的火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有40位的同工参加那个福音茶会，当然我们也为他们来做守望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在神的面前来做祷告。告诉我们不要惊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要坚固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我们要说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确信你必坚固扶持我们，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何等得安慰，知道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应许我们是这么大这么大的确据，我们因着你，生命不再害怕、担忧、惊慌，或是在你的公义的右手当中，我们要得着，我们要领受你的扶持、力量。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风雨浪，因着信靠你，我们脱离这一些凶恶，我们战胜一切的患难，得着你的拯救。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我们要齐心称颂你的名，直到永远。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你，我们一起来唱：我的神，我敬拜你。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
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的神，我们呼求我们的神，敬拜你。我们用感谢来敬拜他，深深的爱你，对他说我们对他的爱。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们感谢神一切的恩典，敬拜你。一起来。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们再一次跟神说，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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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心安静来亲近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安静来感谢敬拜他。你是我，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为幸福小组这一些觉知者，还有要受洗的、
best 来祷告。特别我们要为了13号，还有20号2场的名人福音布道会来祷告，求我们的主来引领这些好朋友，求我们的主的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的心灵被神的爱触摸，回到神的面前，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对周遭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这一些好朋友们，我们有多少的负担呢？我们为他们来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13号、20号的福音音乐布道，能够让我们的亲朋好友们再一次来得着你的福音。主，求你帮助祝福这个聚会。上主啊，求你领我们攻破迷失的心灵，不再徘徊，不再有彷徨，坚定心之间曙光。上主啊，求引领我们攻破迷失的心灵，不再徘徊，不再有彷徨，坚定心之间曙光。继续，我们为着教会牧者团队，我们的长职同工，我们的区长、小组长、副长、各团契、主学、提摩太，所有的我们富强的弟兄姐妹，在富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以爱在这个地方合一，以爱在这个地方一起扶持，一起建造，一起在神的面前兴起他的国度。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的爱带领着我们牧者团队，让我们更合一，在神你的面前兴起你的国度。我们知道你的爱在我们长职同工、小组长、副长、区长以及所有的干部、所有富强人当中，特别你也照顾我们的主学提摩太，我们的社青们。主，让我们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有主你的爱，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合一，在这个地方兴起你的国度。上主啊，求接纳我们，同回忧伤的心灵，除去骄傲，使我们过往，忘记背后向前行。上主啊，求接纳我们，
更求神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为着身心灵软弱、疾病、住院、在家静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就提名，特别为他们来做提名守望祷告，也祝福在这个患难当中、软弱当中、困境当中，有神的依靠，有神的带领，让我们大家一起在富强教会重新的被扶持、建造起来，向前行。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姐妹来唱第3节。尊崇的上主啊，愿你的名永永远远被称颂赞美，因为你说的话，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的，我必搭救他。天父上帝，我们求告你，我们相信你是尊荣你自己话语的神，在我们生命道路，因为你的大能拯救我们属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引导我们，信靠你向前行。
祷告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上周我们有提到，我们不可不知道，不可不晓得魔鬼的诡计，也不可忽略撒旦的计划，免得我们被撒旦趁机伸出他的手，超过应该有的范围，把我们应得的胜利抢走，把我们应得的福分侵略、侵占了。所以，我们这一周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做守望祷告？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礼拜，牧师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在生命中，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再一次警醒我们自己，来为他们做守望祷告？到底这个礼拜，撒旦是我从我们身上来夺取我们应该得的福分呢？若是我们被夺取了，我们更应该小心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上周也提到，撒旦2次阻挡的福音的大能勇士保罗，他前往帖撒罗尼迦教会，他2次阻挡他。所以在这一件事上，让我们看到，撒旦虽然做了许多神并未许可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忽略撒旦的作为。可是我们人却常常把自己的失败、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犯的错、把这个责任推给神。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在唱那一首圣诗，主啊，求你引导我的圣诗，在你的灵命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的反省？我们常常就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别人，推卸给那件事情，甚至推卸给神。那今天晚上，牧师想要让我们多了解神做事的方法，而不是要我们在这一些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再受撒旦的攻击，然后再把这个责任加罪给神。晚上几段的经文呢，我们都很熟，几段的经文我们很熟。那我们再一次的来思考，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6章18节，以弗所书6章18节，非常熟悉的，一起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为众使徒祈祷。警醒本来的意思就是守望的意思。还有另外一段，彼得前书5章8节，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2段的经文都讲到属灵征战，都讲到挑战，所以我们务要警醒守望，不但为了自己警醒守望，更要为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富强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警醒守望。所以透过这2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即使是基督徒了，你已经好几代的基督徒了，仍然会被仇敌攻击，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第二，神的计划是警告我们，对撒旦的伎俩，我们要保持警醒。那么神就必然乐意让我们晓得撒旦的计划。神不会要我们去做我们办不到的事，神不会要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是让我们一起来努力。第三，我们必须警醒守望，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察觉神要我们警告，他在警告我们要小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察觉神要我们，他警告我们的事情。他在警告撒旦的攻击，他也在告诉我们撒旦的计划。
如果没有警醒，我们就敏锐不到。所以以赛亚书56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请。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这段经文道出了人们的光景，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陷入这样悲凉凄惨的境况。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不是我们茫然凝视对方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必须起来，我们的心中必须一起警醒起来，守望。第四，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若不警醒守望，面对撒旦的诡计，一无所知，撒旦就会把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拿去侵略掉、夺取。撒旦甚至就利用我们的无知，趁机会胜过我们。我们确实会因为无知、无警醒守望而灭亡。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因为这样碰到许多的挑战而灭亡。所以，基督徒不可否认撒旦仇敌的存在。撒旦正希望我们一无所知，撒旦正希望我们无知、无能、无警醒，不用守望，因为这是撒旦最高、最喜欢的最大的骗术之一。所以，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长子们，我们的牧者团队，都是撒旦的头号仇敌。撒旦仇敌会把这个炮火对着我们在座每一位祷告人。所以我们是不是更需要警醒祷告人？撒旦的炮火会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更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认真的守望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他在激励我们的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敏锐到、听得到，而且明白神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知道撒旦的伎俩。所以也因为这样，撒旦借着这样攻击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冷却，让我们怀疑神。在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提醒自己，不要怕。当我们站在神话语里面，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跟他求，我们需要神的保守，我们要真正守望、警醒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再一次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神会使我们因着过去被蒙蔽的眼睛，在这个时候因着神的恩典，他打开我们的心眼，他打开我们的心门，神必打破撒旦的攻击。同时，神满有能力会带来他的爱，神满有的能力会带来重建，让我们的信心重建。神满有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会带来让我们更多的合一，更大的祝福，那就是神医治的能力会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的医治，神无数的祝福，就因为我们这样警醒祷告，他会再一次赐福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富强人会领受这样子无穷尽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向归向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在神里面来得胜，站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得胜。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本身就是能力，所以我们站在神的能力当中，我们就得胜，就必定能够抵挡撒旦。也因为这样，让我们知道撒旦在耶稣基督里是一无所有。在约翰福音14章3节，
可能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因为这世界的王，他在我这里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就是在讲撒旦，但是他在耶稣基督，我就是耶稣基督里，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毫无所有。这是我们得胜的证据，阿们。这是我们得着再一次新的盼望力量的一个神的祝福，阿们。因为耶稣毫无罪，所以撒旦在耶稣里面是一无所有。如果我们的生命向撒旦妥协，那么仇敌在我们生命里面就会找到他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守望祷告，撒旦就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找到他的根据地。这个撒旦就在我们里面有权势了，我们的生命就被他控制。所以我们一定要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因着神的灵，让我们的灵敏锐，不可以爱捆度孤。我们要敏锐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这样警醒，仇敌就不能战胜我们。我们必定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战胜得胜的人。所以亲爱的富强人，我们这一周来开始在预备了。我们这个礼拜天还有下个礼拜天，这个福音音乐布道的一个聚会，我们要更多起来警醒，更多起来守望，好让我们能够抢救灵魂，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工作上面，我们的健康上面都得胜，好让我们因着警醒祷告，我们富强人的心是在神的爱里面被包容起来，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合一来复兴教会，成为一个爱教会、爱人、见证主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一起在神的面前尊主为大，来荣耀神，阿们。如果我们不一起起来这样子警醒守望，那我们的教会仍然会成为撒旦的根据地，他会占据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起来征战。所以今天晚上再一次呼吁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成为富强人的守望者。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为了你所有的一切朋友所认识的好亲朋好友们，特别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一起来守望。我们一起来参与经历，在荣耀收割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在荣耀收割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很多的付出很多的代价跟挑战。尤其在这个末后时代，我们的神是要成为我们的旌旗的，所以不用怕，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惊慌。神的公义右手要扶持我们，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旌旗，我们的神是施行医治的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主，他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你的生命当中的百般试炼、困难、诱惑，那你要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要求你来引导我们，我要让我的头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头都抬起来，使我们能够得胜，因为神是得胜的神。哈利路亚，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敬畏的心、尊崇的心，我们再一次来感谢、赞美，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使我们抬起我们的头，他是抬起头的神，阿们。他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仇敌面前得胜、抬起头的神，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
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惊奇，神是我们的惊奇。让我们依靠神，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成为一个守望的祷告者。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家庭还有所有一切，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宣告，从头来。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将来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低声。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接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了这个礼拜的音乐布道，还有下个礼拜还有张牧师的见证，还有我们富强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神特别的眷顾。神差遣天使天兵在我们教会四周围，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能够成为光来见证神。最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重担以及忧伤，在我们的1楼旁边，就是港湾街家隔壁，有兴起一个祭坛，一个家庭式的庙。那他很多人都来到那里，在那里拜拜。那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更要付出更大的征战呢？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举起我们的手，为了台湾的平安，我们11月26号9合1的选举来祷告。真的从那个整个电视媒体，我们看到真的很多的吵杂。我们台湾真的需要安静，是真的需要平安。所以我们为这一次的选举，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神啊，我们将台湾的平安交在配得敬拜从尊崇的上主啊，愿你的名真的永永远远被称颂赞美。因为你说的话，你真的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呼求你，你就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就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呼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不管我们个人、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学业，或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尤其我们的健康，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这个祷告机会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告你，赐给我们有警醒祷告的灵。我们相信你是尊荣的，我们相信你是荣耀的，我们也知道你要把荣耀赐给我们。在我们生命道路中，我们都要来享受，一起来彰显你的荣耀。恳求你的大能来拯救我们，再一次让我们在最终我们生活当中，因着你的爱释放我们得自由。
在我们的家庭、我们事业的当中，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抓住你。在我们挫败使你蒙羞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同心呼求你圣名，求你拯救医治大能，临到我们富强教会所有身体软弱疾病、身心灵被捆绑、许许多多的苦毒的人，都能得着医治、得自由。天父上帝，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捆绑，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捆绑，让我们真正享受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自由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更谢谢你今天晚上也与1000人在那个福音的大聚会当中，你自己来亲自来带领那个聚会，让很多的贝斯特能够来认识你，让那1000人的聚会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要站在撒旦仇敌的面前宣告，你使我们抬起头，你是让我们得胜抬起头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从头再一次来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祭旗，必自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上。地球虽然有哭泣，这是我们的养护，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地球虽然有日子，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用掌声来赞美主，感谢主。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当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让我们在你面前昂扬，有信心。神啊，我们每一位都是你差派的守望者，所以我们呼求你赐下你的恩典保守，让每一位都是身心灵都强壮的你的仆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面前，在别人的面前都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愿今天的祷告会，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祈求的，神啊，求你亲自垂听，也亲自应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再次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每位同工，请坐。弟兄姐妹啊，我们等一下马上要下楼要点灯礼拜，所以牧师就不重复太多。我们等一下再用每一个小组差不多10几分钟的时间了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是年长一点的搭电梯啦，其他的赶快下楼那我们想要使用我们那个礼拜堂外面那个中庭有一个荧幕，我们要试看看用投影的，我们就不用印那个纸条。那我们要唱2、3首那个很熟的我们的幸福小组的诗歌啦，所以你们不用配乐都会唱那我们是为了要见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在楼下做这样的一个点灯、一个祈福的祷告那一两个报告就好。一个是我们今天有40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去参加一个1000人的福音餐会，目前在安平那个地方我们继续祷告，求神感动这一些贝斯他们能够愿意接受主，成为一生恩典的主第二个是明天我们教会的前任的许传道，明天下午要在淡水教会来就任封牧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要去参加，我们也特别为许传道祷告，让他在
淡水那个地方有美好的服事哈，他们所做的事工能够大大的兴起哈。第三个呢，我们礼拜天就是我们的福音主日啦。那我们期待大家不只是祷告，也特别能够邀请你的好朋友来来我们的内容都讲了很多次了，我们就不重复哈。好，那我们给隔壁祝福，说你一定要喜乐。好，来，好平安，来，我们下楼了，开始下楼了。